今日介紹一個百家士街嘅永富大廈。一入嚟咧就會左手邊見到個浴室、座廁、電熱水爐，同埋一個洗手盆同埋呢個企缸。跟住見到有個雪櫃嘅，跟住再入去有個緊廚，有張飯，有張台。咁呢度就有個廚房啦，有洗衣機、微波爐。同埋個爐頭，仲有嗰個電磁爐，跟住行翻出去行翻百家士街，玻璃大露公園，另外間房，仲有張床，另外間房就擺一張梳化，呢個電視機掣啦，咁就仲有一個櫃，一個雪櫃咁樣。